所以讲，我想要嫁互大个兄弟。安尼，就要春天啊啦，春天啊，啊，有可能无就看即届啊吼。哈，要来啊！大个兄弟，我是大狗胸皮还是大狗？拍开伊就伫我后壁。到底是大狗还是汉狗咧？拄着安尼，拄着，哎呦，好紧张咧！我再加油啦！恭喜哦！还搁加油，咱赶快呢！我讲真实的，真正就灵蛇，真正就灵蛇。真正，跳过就无啊！安尼就煞开啊，你就要下这个愿，好过瘾呢这。就是我甲伊红煞，你不如家己讲木村拓哉较紧。无绑这会红煞。啊，那安尼啦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嘿啦，搁加油！嘿啊，无的确伫台湾嘛有一个姓大的啊，对不？买一个，我买一个。当归茶啊！开个气啊！好啦，甲安慰一下，安慰一个啦。好啦，咱对遐去啦。安贵人走啊！好啦，不要紧，我请你啉当归茶。谢谢。